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明，欢迎做回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拄则咱看到中国有一寡风声区域，拄着地当民众想要逃生，却被阻挡，引发济愤慨。CNN 就报道讲，为着要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后个月20代确立第3任的这个任期，想要透过清零庆祝换权10档的这个成就。8月底到今咧，已经有74个城市，超过3亿人口生活伫咧封锁当中。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统计，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为8月20以来，至少有74个城市、3.13亿人生活伫个全面也是局部封控中。卫生官员认为，济岁人注射率比较较低，也甲农村医疗健保无完善，这是防疫限制无法度放零的障碍。毋过政治因素嘛有发挥重大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定提倡一点仔无放软的清零政策。10月16，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时阵要确立伊的第3任期。伫当局用心策划，到时阵清零，就是伊个人掌权10年的重要成就。毋过，若是疫情严重，就可能破坏这个形象。所以，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初5新增加一个本土确诊，全校就立刻改做线顶上课。毋过，有愈来愈侪民众对无重点的限制，也甲经济变差，愈来愈失望。湖北武汉就发生居民大声喊解封，毋过尾啊，警方赶紧来维安的影片伫网络传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彦中表示，中共面对20代，希望确保社会稳定，领导改善换班顺利。国康卖讲损害习近平个人领导的名声，未来可能有更加侪城市会封锁。毋过，基于对疾病的老病母烦恼，政府提出清零的必要性，虽然民众心肝不满，却也未到紧绷。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日本美国这阵汇差，佫创新纪录，144块换1块美金哦。日本家庭经济负担是愈来愈悬。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明年4月开始咧去泰国旅游，爱另外收入境这个费用。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的报道 ，Truss 就任新的这个英国首相，伊承诺伊领英国行出经济的大风暴。另外看到英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 ，California 的官员用电量大，个欠电这阵核电厂决定要延长到2030年才要除役。上尾来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 ，Trump 违法甲这个外国政府核能能力的这个分析资料自行来留底，这阵拢总爱来调查。今日大代志要来看到这个英国保守党政府换权12档第4位首相 Truss 找落上任。关键就来啊 ！Truss 任命家己的好朋友来接所有的咱讲内阁主要的这个职务，亲像这个爸爸妈妈来自非洲 Quarton 的，伊担任财政大臣；另外英国家这个非洲西山 Cleverly 伊担任外交大臣；另外 Braverman 担任内政大臣，拢是 Truss 的好朋友。保守党咧，这出名的大咖人物，即阵拢无被任命，这也是英国历史上头一届财政、外交、内政这些部门全部唔是。白人男性来担任的头一届。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找来去苏格兰高地巴尔莫勒尔堡，伫女王伊丽莎白2世面前，甲强生进行前后真交接了后，马上登去伦敦，当年10号发表就职演讲。伊将经济、能源甲国民保健体系列为3大施政优先项目，承诺会透过减税改革带动经济成长。We will transform Britain into an aspiration nation. With high-paying jobs, safe streets, and where everyone, everywhere has the opportunities they deserve. I will take action this day and action every day to make it happen. United with our allies, we will stand up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recognising that we can't have security at home without having security abroad. 就伫影响民生经济上厉害电价调整的问题，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将压到的消息指出，特拉斯计划提供政府贷款予能源业者的方式，予家用电价维持伫目前的水准。18个月未过去，也就是下一摆大选的时间，按算会需要1000亿到1300亿英镑的经费。I think that the new Prime Minister will in many ways disappoint the country. I don't think she's going to be the right fit for the job. She used to be a Liberal Democrat, now she's not. She used to be a Remainer, now she's not.
She used to support giving aid to Taiwan, then she didn't, then she did. She's a little bit all over the place. She's got quite a poor reputation. She's not very popular with her peers. 特拉斯迄一天马上公布新瑞国名单，全部拢是好朋友政坛亲信，相亲来自非洲加纳的跨唐担任财政大臣，英国甲非洲西亚山后代的科维利担任外交大臣。相亲来自肯亚甲摩里西斯、印度的布瑞佛曼担任卫政大臣。英国首相头一摆首相府财政外交内政四大部门，拢是毋是白人男性。就连国会东边第一摆由女性温蒂莫顿来担任，另外保守党真侪有名担任前政府，亲像拉布、巴特等人，全部退回国会议场上后边。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咧公布，因派专家去乌克兰了解欧洲上大的 Zaporizhzhia 核电厂相关的这个报告，也做出应该设安全保护区的这个建议，要求咧伫咧核电厂附近攻击要随来动点，避免发生严重的核灾难。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专家发现，扎波罗热核电厂遭受大范围的破坏，呼吁立即停止伫咧核电厂附近的炮击。IAEA 虽然公布上新的报告，并无针对核电厂的损害提出指责，不过攻击若无停，会有发生灾难的风险。The physical attack,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received, and that I could personally see and assess together with my experts is simply unacceptable. We are playing with fire, and something very, very catastrophic could take place. 报告内面讲，专家因伫厂内真侪所在拢看到俄罗斯军事人员甲军用设施，包括古罗台停伫咧乌伦机厂房内面的军用卡车，建议驾车对可能影响安全运作、安全系统甲设施内面刷走。莫斯科否认利用核电厂做盾牌，讲军队伫遮是维持安全。We know and we observe that the operators at the plant were operating under extremely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together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and vehicl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it. 伫咧报告公布进前，初六即天，伫核电厂外口的冲突依然无停，安赫德市传出爆炸的声音，电也熄去，俄乌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前一天，主要的供电线甲电网阁断去，用备用线路向电网供电。От як кажуть, для галочки, вони подивилися, вони зробили якийсь свій висновок. Так, вони залишили двох спеціалістів. IAEA 专家团队伫即个月初经过几多遍协调，摸到炮火攻击的危险，正日3日就互俄军占领。高这么原是乌克兰技术人员操作的欧洲上大核电厂，对俄乌战争了后几多遍的冲突可能发生的核灾风险进行评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年上大规模的这个小影侵扰美国 California， 连续41天是超过37度，甚至佫出现40几度的这个高极端的这个温度啦吼。用电量即阵是大大来增加，地区分区都要来停电。即阵州长咧也呼吁民众节电，共同来渡过难关。加州的热浪地价进入第2个礼拜，真侪人行向海边来耍水消暑，因为卡袂到到请假40度的冠军，就算开冷气拢食袂消。这段期间用电量用要到高峰，加州电力调度中心已经7摆发布大声警报，呼吁民众自主继续用电。下晡4点了后的尖峰期控制冷气温度，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轮流停电。预测初六下晡电力负荷会达到加州史上上悬的51000兆瓦。州长纽森呼吁民众过忍耐几天啊，共同渡过难关。We're heading to the worst part of this heat wave, and the risk for outages is real and it's immediate. A lot of people using the air conditioner, and using light, fans, everything just to try to keep, cool, is obviously going to cause light outs. And we've actually had that recently, 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初六连续第41天温度超过38度，触平历史纪录。市中心气温增加47度，刷新1925年的旧纪录，以凉爽热天出名。大部分家庭无装冷气的旧金山，迄一天也出现34度的冠军。极近动物园用冰架来伺候动物，真受欢迎。这摆各长各边的热浪，按算会继续到7月17日7到。
极端高温加上大暑，也造成野火危机。当局表示，在过去的劳动节顶周末，4000外的消防员伫加州拼命对抗14个森林野火，敢若伫个测试就搁增加45个新的火场。和平郡初五发生的废物围油野火，造成2死1伤，炭烧价用要将近1000公顷，目前只有5%受到控制。加上北加州米亚大火，车子也夺走2条人命，总共已经4人死亡，几千人倒伫家园。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新华报要带大家看苹果公司 iPhone 14的新机都要伫车北饭店和大家来见面咯。有真侪新的这个功能亲像卡梅拉，也是讲电池容量拢变较大啦咱嘛讲到这个部分真正会当大家来去做一寡体验但是咧，就伫咧发表会进前 ，Brazil 就是巴西咧宣布暂停来买卖所有 Apple 的手机理由是啥物咧？理由是讲苹果无随手机附充电器互人，嘛互巴西政府认定讲是歧视消费者的这个动作。苹果公司讲即阵会来上诉啦。另外，伊也讲停止随机附充电器，一年通减少差不多50万台汽车的总碳排量。巴西政府伫初六下令暂停销售无附充电器的苹果手机司法部嘛提出罚则，判苹果公司必须负担238万美金的罚款，同时下令取消巴西国家电信管理局 Anatel 甲苹果的订单。袂使卖 iPhone 12也甲后壁的新机型。巴西司法部为去年12月开始调查苹果卖无附充电器的手机案件。苹果原本以减少碳排量的理由提出反驳，不过巴西司法部无要采纳，表示无明确证据显示手机无附充电器会当减少碳排。苹果的做法有故意轻视消费者的嫌疑。巴西消费保护局嘛挺司法部的决策，表示苹果以环保的理由，另外增加消费者使用的麻烦，嘛变相逼消费者必须去申请另外买设备。建议苹果应该都要采用其他友善环境的做法，像讲专门换做 USB-C 只的。2020年，苹果卖 iPhone 12开始无附充电器，理由是消费者会当使用现有的设备，安尼做是减少碳排的环保对策。同时引起部分消费者的不满，认为苹果实在是为了节省成本，毋过无反映伫个卖价。巴西部分消费者认为，司法部的决策是万来正义。有网友留话买手机无附充电器，就那亲像飞机无机室，也是严忍。不过，有网友认为，充电器坐甲用袂着身的，只是无附充电器嘛，都要适时反映伫个价销。苹果手机的价销愈卖愈贵，配备刷愈来愈少，心理实在无法度平衡。苹果回应指出，充电器的材料包含较罕有的金属锌也甲塑胶，停止随附充电器会当减少相当是50万台汽车当年的总碳排量。苹果表示会持续进行沟通，也要提出上诉。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可来看到美国食电子烟的青少年是大量来增加，气病死亡的这个案例是愈来愈多即阵全美有30几个州集体提起诉讼。拜二咧，美国电子烟制作商 Juul 同意咱讲用4.4亿美金来做和解，但是官司无因为安尼来结束，阁有100多人咧来告业者，互因对电子烟食条咧解袂掉。The agreement calls for a payment of at least $438.5 million. That number can get bigger depending on how quickly Juul pays the settlement amount. 加州检察长拜二宣布，捌伫美国电子烟市场拜透明的主儿已经甲提出集体官司的34个州甲地区达成和解，要伫未来6年到10年内支付将近4亿4千万美金的和解金。主儿则指控尼古丁的含量高，却是伫利用办宴会发精品，并且在社群媒体推出少年模特的广告，误导未成年人，以为讲食电子烟是较安全，结果造成全美食电子烟的青少年对2015年以来大增7成。What I would call predatory marketing. 27%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onnecticut reported using vape. 27%, more than a quarter of kids my kids' age and their children.
调查发现，全美各地过去几年陆续传出青少年食电子烟造成肺炎的病例，甚至有个案死亡。所以各州联合在2020年拍集体官司，必须主了最终同意和解。实际上，在各界压力之下，主了对2019年开始，已经在全美加电子烟的广告贴下牙膏水果加糖啊口味的电子烟落架。不过早前美国 FDA 捌对主了提出更加严重的命令，迄就是禁止卖所有主了的电子烟产品。主了后来提出异议，就 FDA 正伫重新来进行相关的调查。不过主了挑战也未结束，即阵依然有9个州正伫对主了提出告诉，要几啊百名青少年控告主了电子烟，互人食掉咧。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过来看到英国首相的官厝体 10th of Downing Street 啊，佮换新的这个主人，但是无改变的是，2021年就随前首相 Cameron 入宫，这个官拜内阁办公室掠鸟鼠啊官啦吼。这只好伴鸟叫做 Larry， 到他地位也是真稳真在，会继续留伫咧官厝体内底。算起来 ，Larry 已经经历过4位首相咯。英国新的首相人选出来进前，大阵的媒体是守伫东宁街10号官邸进前，但那保鸟鼠官偌虽是老神在在，倒伫门边仔的栏杆内面困甲变过，因为官邸主人来来去去，伊习惯啦。This is it, folks.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coming out so early this morning, and I will be supporting Liz Truss and the new government every step of the way.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Thank you. 老水本来是一只伫街仔顶流浪的猫仔，2011年前首相卡麦隆甲伊带入去官邸，做内阁办公厅首席的捕鸟鼠官，任务是解决这旧建筑内面遮济鸟鼠的危机。但是这只好伴鸟是较爱等伊的古锥，对掠鸟鼠是较无遐尼有兴趣。为着保护伊家己的地盘，常常含厝边外交部的鸟仔帕莫斯顿是闹来闹去。但是帕莫斯顿2017年已经引退。春丽穗继续做英国第一鸟，在一年来，丽穗是看到奥巴马、川普这些大人物拢来首相府。2019年，川普翁仔某和迄当阵的首相梅伊伫官邸门前做伙翕相，倒伫窗仔台顶的偌穗是家己伫遐耍伊的毛，根本就无得插，变一张经典的相片。进前，伊阁走去川普车下骹，互笑讲造成安全危机。梅伊到来的时阵，伊想要靠工作人员可能无想要互大水看到，搁甲抱走。I do so with no ill will, but with enormous and enduring gratitude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ountry I love. 虽然看到官邸的主人一直换，但是丽穗同款伫咧东宁街10号出入入真自在。官方网站讲，伊除了爱掠鸟鼠，和贵宾阿伊莎子嘛真无闲，检查官邸敢安全，嘛爱测试官邸的古董家具困起来敢唔舒适。所以来丽穗会继续守伫官邸，做英国人上爱的鸟仔。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马仔讲节的时间，咱再会。